继续来到高雄，有一个62岁乡亲骑机车到九如路一个路口，早日落地啊现金79000块总递出去。刹那之间，大家路顶拢是钱。民众骑机车经过，想讲是废纸，详细一个看，竟然是钱。有3个热心的骑士无顾到危险，伫咧车阵当中来盗捡钱，总共就捡到79000块，1块银拢无减。幸好这个心肝火道的主人，民众无顾危险，行过大路，捡到真济张1千，同一个时间点，某民众捡到钱。前面不会啦，我以为是纸啦，就看到他有钱了，就赶快给他捡一捡，看他还会不会回来这样子啦。分开算啦，因为这太济啊。系啊。好不？好。警察赶到现场，看到钱就来斟酌算。对，到17万。钱愈算愈侪张，金额嘛愈来愈侪。76000啦，好对不对？啊，加3000吼，79000好不好？昨暝9点外，高雄9路1路这个路口，民众桥都摆经过，雄雄影到涂口有钱，赶紧落车捡，会挂车刀捡到来车刀。我也会好心把它捡起来，我会想说是不是什么整人节目？8、9点车子还不少了，当然危险啊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？是蛮危险，不过一般的民众应该是会都停下来帮忙捡。他帮忙的话是会有比较安全一点啊。有3位好心的民众到3天，拢总捡到7万9。过无6区，警察嘛接到主人报案，急加扑扑跳。刘男于晚间返家时发现放置于夹克口袋内的现金遗失。经过比对，62岁老先生就是骑过路口时，钱常常会落地啊落出来，无论时间地点含金额拢是丢花，随甲钱献予对方。不过其实9点外9路路车辆也阁真多，加在捡钱民众无发生意外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